非常精彩哦。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The Dance Studio 带来的庆元宵。那在这边先介绍一下 David 老师是在湾区唯一一个台湾人办的舞蹈教室。David 老师他们的老师们呢都立志希望小朋友可以在台上发光发热。刚好今天是元宵节，大家知道灯代表着希望，也知道说小朋友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无限希望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庆元宵，请掌声鼓励。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这边 David 老师也有想要再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。新的一年万象更新，活泼天真的孩子手拿灯笼，欢乐的庆祝元宵佳节。祈愿新的一年万事如意，事事平安，幸福常伴大家的左右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可爱的灯笼舞团。